位兄姐，大家平安。即时，请咱闭目心，三甲来敬拜上帝。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阿罗，愿列邦阿罗你。咱三甲来吟圣诗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主，我就你，主，我就你。立伫光明得自由，徛在救主，我来就你。肉体疼痛，你使我勇行；心神软正，你使我活命。脱离我罪，真胜得你疼。救主，我来就你。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149首。主。
信，咱要来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的个别伫信息头前的第15页，信息头前第15页，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咱选着3个来读。阮信上帝创造统治甲万有的独一精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查西鲁玛利亚出世做人。做人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对伊的受苦、定死、祭死、告发，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也为咱中间手事溃烂，互咱对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是上帝的变性。受教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甲高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根为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阮是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是上帝原有尊严，才为刚强老，才有伊的创造，有责任调查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因素，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我做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走吧，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正做创造的人，互世界正做礼物，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下面咱3个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8，就是诗篇的23篇。伫个信息的后壁，1009页。显着咱3个来启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有新的气力，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着的面前，你为着我白色的下。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我会永远惦记上主的事。下面，咱3个额头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一礼拜的保守，互阮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你。亲爱的天父，天的万邦拢有伊的期，万项事拢有伊的时。上帝为头到尾所做所成的，人无办法测度，所以阮将存敬畏的上帝的心，谨慎来行事。无论是家己的健康、经济，也是家己的家庭问题，也到社会政治的混乱、族群的对立，到国际的战争、大地震，以及即马美国的关税的增加，这一切拢是阮无办法控制的。阮只有尽力去做阮会当改变的，接纳阮无法度讲改变的，好好为主做工。阮也时常得罪你，有歹所行，求主赦免。
愿阮伫上帝赏赐的一生快乐啉食，享受日光下劳碌所得的份业。因为一世人亲像影，紧紧就过去。阮只有认真亲近主，甲主同行，求主甲阮同在，也甲今日无办法来教会兄弟同在，保护因出入内外得到平安。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赞美，今仔日一样想要来甲咱赞美的是信望爱。真感谢伊样想用伊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下面咱来讲授上帝的话，
咱今仔日要来听的是《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到35节。和合本是26页，汉语版是22页到23页，现代中文版是31页到32页。迄时，彼得起来甲伊讲：“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赦免伊着几摆？着7摆吗？”耶稣甲伊讲：“我无甲你讲着到7摆，就是到70个7摆。所以天国比凭人君爱要甲伊的奴仆算数，起头算的时，有带一个欠伊1000万银的来，既然无通行，伊的主人命令着卖伊本身甲伊的某囝，连伊一切所有的来行。第26节，迄个奴仆就拍地拜伊讲：“主啊，着宽容我要拢总行。”奴仆的主人就怜悯来放伊，搁赦免伊的罪。迄个奴仆出去，拄着伊一个当做奴仆的欠伊100银仔，就掠伊，扯伊的红棍，讲：“你所欠的着还。”当做奴仆的拍地求伊讲：“着宽容我要还你。”若是伊毋肯，就去甲伊关落家来听候伊还所欠的。即个当做奴仆的看起即个代志真忧闷，将拢总的事对主人讲明。对安尼，伊的主人调伊来，甲伊讲：“歹的奴仆啊，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将你所欠的拢赦免。你敢毋着怜悯你当做奴仆的，亲像我怜悯你？34节，伊的主人受气，将伊交代行长，听候伊一切还所欠的。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款待恁。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来传予咱的信息是赦免的力量，请牧师。来，下做大家平安。平安。咱到伫4月份就新的一季，但是今仔日是咱的政府所规定连续假期的最后一日，所以我知影咱中间有兄弟，搁伫出外的中间，所以讲咱伫做伙敬拜上帝的上时，咱也爱为着咱有兄弟伫别个所在去敬拜，也是今仔日。有代志，可能是家族的代志，也是其他的代志，无办法来到咱中间，或者的兄弟，咱爱特别也为着因出入平安来做伙祈祷。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进前，咱先做伙头来祈祷。慈悲听堂的主上帝，我用感恩的心进入你的殿来敬拜你，因为你的听堂真大。你看顾阮，互阮伫无论伫什么所在，阮拢得到平安。阮也会当伫万事的中间看起你的恩典，所以阮来得到平安甲欢喜。所以恳求上帝你看顾，才会未来到你的面前，也是伫别所在迄敬拜，也是有。其他重要的代志，直到今仔日无办法来到教会的遮的兄弟，恳求上帝你亲自带领因，也保守因的心思意念，亲像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同款。你互阮伫听见你的话了后，阮也要透过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因为有主你的圣神的带领，甲充满阮的心。互阮无论
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对伫你的话来得到造就，得到利益。愿安尼祈祷恳求，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留意下这，真有可能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某一个咱一时无办法原谅的人，有可能这是以前真早以前的某一个人，有可能是无意中间，互你感觉家己无受到尊重，感觉伊安尼做、安尼讲，互你真受伤。甚至有时阵是对方伫受气的下面做正咱，一时无办法恢复的一款的伤害，咱总是会有。但是搁较侪的时阵，是咱无办法原谅咱家己，可能是一段的人际关系拍歹了后，咱。有时阵，咱会感觉啊，我迄当阵我哪会安尼？为什么我迄当阵无办法忍耐？为什么我迄当阵讲即句话、做即项事？直到咱真正袂当原谅的，实际上是咱家己。所以，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就是耶稣对伫咱基督徒爱赦免的教导，会当讲。这对你我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拢是非常实在也非常实用的一款信仰的学习。一开始，咱就听见彼得问耶稣，彼得问耶稣讲：“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爱赦免伊几遍，7遍敢有够？因为当时犹太教，这犹太人所得到的信仰教导，就是要原谅人7摆。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有的真虔诚的，伊就讲好，安尼我原谅人7摆。所以原谅这项代志1遍，第2项代志1遍，第3、第4、第5、第6，到第7遍的时阵，原谅人了后，第8遍伊阁得罪我。好啊，安尼我有即个经文的根据，所以我即马会当起掠讲，我会当报复。所以彼得安尼问啊，讲大家遮个犹太教。律比拢安尼教，原谅人7遍，所以咧，7遍就是最后的界限，最后的底线。你跨越了我的底线，所以我要给你好看，我要报复。咱常常伫人际关系中间，可能少年人会较济啦你跨越我的底线，所以。你该死！常常少年人会安尼讲，你踩了红线，这是我的红线，你踩了我的红线，你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所以会当讲必定问耶稣的这个问题，敢毋是咱常常会拄到这款的处境，你踩了我的底线，所以我要如何对你。当然，咱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安尼讲：“软土深骨。”实际上咱台湾人咱个性一般拢较温和常常即句软土深骨，有时阵也是讲实在话啦，就是甲咱台湾人讲讲着讲咱嘛袂当讲上过单纯啦因为伫社会上总是有社会上的现实，有时阵咱嘛爱知影保护咱家己，所以咱的长辈教咱讲，袂当互人软土深骨。
这是讲咱伫社会走动，咱总是爱保护咱家己，咱有做生意的，咱有工作的，若是咱平常时，像即摆咱退休伫厝里，上惊是啥物？电话拍来，甲咱诈骗，咱嘛莫毋知影保护咱家己啦，所以即句软刀轻骨，较大部分是甲咱讲，咱嘛爱保护咱家己，咱嘛爱保护咱家己。但是难免就是咱拄着即款互人软土轻骨的时阵，咱煞变做讲会亲像彼得安尼问共款。我有我的底线，你不要踩到我的底线。你如果踩到我的底线，你就给我好看。所以保罗实际上问这个问题，检视下面别人7遍，敢会使？其实伊要问就是讲，那一遍搁一遍原谅对方，对方却不断搁犯着，安尼，咱基督徒对别人的下面，应该嘛是爱有一个最后底线，敢毋是？比着安尼问啊，最后底线。原谅人的最后底线到底是啥物？咱有信仰的基督徒，咱有啥物底线，互咱会当袂原谅别人？甚至搁较大的难题是啥物？咱会拄着迄款若有错一定是别人的错，即款心态的人，抵到咱有时阵。拄着心中真硬，煞变做讲哇，叫我原谅伊，哪有可能啦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啦！嘿，明明伊犯错，反倒转来怪我，煞互咱就算是基督徒，就算咱偌资深的基督徒，总是会有时阵会讲哇，叫我原谅，我原谅袂落去。不过，耶稣的回答是啥物？这才是重点。耶稣的回答真直接，伊讲我对你讲，毋是到7遍，是到70个7遍，70个7遍。咱知影7实际上是犹太人完全的数字，因为上帝创造天地6日，第7日就安息，所以7是一个完全。犹太人看7是完全，所以70个7遍就是完全中的完全，就是完全的下面，完全的下面。也就是讲，耶稣甲彼得也是甲咱基督徒，下面别人没有底线，没有底线。讲起来真简单啦，讲起来真简单，上大例如下这，下面别人70个7摆，就是耶稣甲咱你我基督徒讲到下面这个信仰的功课，实际上下面就是下面，下面就是完全的下面。下面别人70个7摆，70个7摆，就是第一，这是完全的袂当停止下面别人；第二，这是无条件的，就是你敢要下面别人，毋是对方。甲你回失礼，请求你原谅伊，咱才下面别人。这敢是多多所讲的，对伫大多数的咱基督徒来讲，咱老实回答这个问题，敢是不可能的任务。咱总是有迄个时阵，咱会袂记这耶稣教咱下面别人爱70个7摆，但是咱常常。伫咱生气赢，生气起来，掠起讲起来了后，咱将这段甲伊放伫后壁，莫去管，然后咧，咱照着咱
当时的情绪来反映。耶稣即个教导，的确，互咱一般的人，一般甚至是一般的基督徒，感觉真恶伫了解。咱有时阵也忍袂住，咱心中会伫遐问：为什么？为什么是安尼？拄讲到社会现实，真正有足侪黑暗的所在。咱人生安尼一路行来几啊十冬。咱也知影，咱有时阵真正拄着歹人，甚至咱掀开新闻、社会新闻，有一寡人真正真歹，真歹到真歹，杀人为着杀人来杀人，根本就无差别的攻击事件。今仔日毋是啥物人得罪啥物人，今仔日是一个歹人，可能是心理有问题，可能是为着要出名，可能是为着要处理伊个人的受气，也是对社会的不满，伊要攻击，伊要杀人就是杀人。咱真正难免会伫心内问：当咱看到即段经节，耶稣讲赦免别人，毋是干那失败，是爱70个失败。完完全全的赦免的时阵，咱会讲为什么？为什么你毋是受害者？当别人安尼甲咱苦劝爱赦免、爱放落的时阵，有时阵咱心内会讲：为什么你毋是我？你无经历这个我所经过的。但是实际上，耶稣所讲70个失败，赦免别人70个失败。这是对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对咱的挑战。耶稣深知咱是有限的，耶稣深知咱毋是完全，耶稣深知咱的个性，伊也知影咱所行过迄款的艰苦。但是耶稣有缘挑战咱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赦免别人70个失败，完全的赦免。既然是挑战，实际上咱需要思考的是这个问题：咱要怎样来做会到耶稣所讲赦免别人70个失败？也是咱要怎样来做，咱才会慢慢接近耶稣所要求咱的赦免别人70个失败。所以，咱拄有读到，耶稣就用譬如来甲门徒彼得，也是对你我每一个基督徒，要甲咱讲，赦免别人的动力是对倒位来的？赦免的动力，赦免人的动力啦，是对倒位来的？即个譬如故事中间，咱拄拢有真清楚听去师会有念过即个，即个袂赦免别人的即个萝卜的即个譬如，即个萝卜欠王是1000万元，就是6000万的元，就是1万。有诶较旧诶圣经翻译，1万诶他连德。这当时是普通诶人工作15万年，一个普通诶犹太人工作15万年，才趁会到诶金额。意思是讲，真侪做到普通人永远拢无办法行的效益。当然，这是譬如故事。真明显的，这个王的萝卜所欠伊的主人的金钱，是永远无办法还的，遮尔大的负债。但是就伫这个王的萝卜对国王
苦苦哀求的情形下面，即个国王就有了慈悲的心，赦免即个奴仆6000万元的债务。不过，耶稣继续讲即个譬如故事。即个受赦免的奴仆，对王遐出来了后，拄着欠伊100元的人，却无顾对方，同款伫遐哀求，伫遐拜托，反倒转将迄个欠伊债的人关入监。咱爱知影，即个奴仆欠王的即个数字，是甲即个其他奴仆欠即个受王赦免的即个奴仆的金额的60万倍。意思是讲，即个互受着王赦免负债的即个奴仆，伊受着赦免毋免还的金额，是别人欠伊的金额的60万倍。但是即个受王赦免的奴仆，竟然无愿意亲像王共款来赦免欠伊钱的即个人。当然，即个譬如故事，我想大声，咱会感觉插着咱的心的，是即个互王赦免的即个奴仆已经无情。其实这也互咱注意到人性偏差的一个邪恶面。互咱看以前的古装的武打戏，宁愿人负我，不愿我负人。咱伫耶稣的譬如中间，看到即个互王赦免的奴仆，就是类似安尼无诚实的态度。宁愿我负人，不愿人负我。但是实际上，咱想咱家己，就算讲咱是生伫基督教家庭，咱是几若代的基督徒，也是咱中间有兄弟是后来较信主的第一代基督徒，咱拢共款。伫咱生活中间有太侪代志，会互咱离开主耶稣基督。就算讲咱对细汉是基督教家庭大汉，有时阵咱细汉的时阵为着读册补习，真长的期间无来教会，也是讲你搬厝去另外一个城市，人生地不熟。啊，细汉的时阵，爸母会讲时间到啊，紧去做礼拜。啊，到伫大汉搬厝去外地工作。去做家己的家庭了后，有时阵啊，你着讲袂要紧啦，我即马趁我少年，阁会当拼，我去拼事业，莫参加教会聚会。也是有时阵会讲，我好不容易，我较脱离父母甲我伫遐管东管西，我即马自由啊！我伫外地我自由啊，我会当毋免去教会。也是咱第一代的信徒。有时阵，咱信主了后，反倒转拄着真大人生的挑战。有时阵，咱打洗礼了，反倒转拄着真大的代志。你开始会想，啊，我洗礼要创啥？我信主了后，无错，我以前真感动，我来决志领受洗礼。但是即马为虾米我洗礼了后，我煞？拄着一寡恶担当的事，你会问讲上帝啊，哪会安尼？其实，咱生活中间会互咱会造成咱会离开信仰
的代志太多太多，但是上帝疼咱，上帝每一遍拢甲咱救回来，咱行歪错，伊就甲咱救回来，咱拢是得到上帝赦免的。伊甲咱救回来到伊的面头前，伊犹原疼咱，伊袂讲啊，你什么时阵你无来做礼拜？什么时阵你本来有服侍，你就无爱服侍，就扣分。上帝袂甲咱扣分，上帝的赦免就是完完全全的赦免。只要咱会当甲上帝定心好好，伊就疼咱，伊就互咱成做伊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其实领受着上帝完完全全的赦免，互咱会当甲上帝好好，这就是咱会当赦免人，佫会当持续来赦免背后的动力，背后的动力。就算讲咱一时做袂到，但是咱总是会当加一丝丝仔的感同身受。我安尼无完全，上帝犹原疼我。对方，咱会来想，咱若加减会有一寡恻隐之心，咱袂报复，佮互对方活袂落去。咱一开始，咱可能会因为怨愤，咱会想要报复。但是咱渐渐，咱因为感同身受，咱会生气，咱会放袂落。但是至少咱较袂亲像无信用的人安尼。你得罪我，我互你宰死，安尼会对待别人。至少咱有上帝的话伫咱的心中，至少上帝的圣心会提醒咱。所以，咱基督徒面对着委屈，甚至互别人歹款待家己的时阵，咱就爱会记即上帝为着咱的罪愆，上帝圣囝，上帝道成肉体，成做圣囝耶稣。上帝亲自通过十字架的受苦、死、搁活，来显明伊的疼甲赦免，互咱无论咱家己是偌年啊无完全，伊犹原疼咱，伊犹原甲咱记牢的，无互咱行走蛇。所以，咱减会当感同身受。咱感同身受就是，咱知影咱家己无完全，但是上帝犹原疼咱，上帝犹原疼咱袂改变。基督徒赦免人，实际上已经毋是迄讨论讲咱个人的修养是好也是无好。耶稣讲着赦免，为什么定着即个？想讲马太福音伫头前，敢是也讲着爱赦免歹款待咱的人。耶稣安怎讲？天父是恁着完全，因为天父是完全。耶稣用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来互咱爱学习赦免。其实伊定一个真悬，甚至咱做一个人无可能达到的这个上悬的标准，其实就是爱互咱知影，这毋是干那靠着个人的修养，咱的信用甲咱赦免人，是已经跳脱个人的修养是好也是歹，因为耶稣深知
咱安怎拢是无完全。好，有时阵讲笑话讲，心情好的时阵，大家拢是心思熟虑。你心情好的时阵，我心情好的时阵，大家拢嘛是脾气好，好好先生，好好小姐，拢是心思熟虑。但是当咱心情歹的时阵，也是当咱心灵脆弱的时阵，即当阵，咱总是迄个无完全的即个本性，可能就走出来。但是耶稣互咱即个真悬的标准是甲咱讲，毋是靠咱个人的修养啦。个人的修养就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情景。若是超越即个情景，咱靠咱家己是无效，修养啥物拢无效。一个界限，即个最后底线的界限，靠修养拢是无可能的。咱赦免别人背后溃力的根基，就是上帝白白无条件出对伊完全的疼，来接纳咱每一个人，来赦免咱每一个人。所以，耶稣通过即个来赦免别人的奴仆的即个譬如，要甲咱基督徒讲，互咱知影，赦免人无也无应该有任何的底线。没有底线，耶稣要提醒你我基督徒，咱就是必须爱赦免别人，因为上帝早就无条件赦免咱，接纳咱。就算咱现在毋是完全，上帝依然疼咱。上帝疼咱。毋是因为咱大声变成100分的圣贤，这就甲咱传统信仰有一个倒变。对，咱传统的信仰即个台湾传统的信仰是啥物？成仙的，做神仙，当神仙的，这啥物意思？就是讲。你爱做到真好，修炼到一个程度，你才会当有份进入迄个极乐世界。这是咱台湾传统的信仰。但是基督信仰的道理教咱是啥物？就是因为咱无完全，咱需要上帝完全的疼，来互咱学习。怎样，互咱会当亲像天父的完全，至少接近天父的完全，用安尼咱的生命品质来得到提升。这是一个甲传统信仰是一个倒变的。这就是咱主祷文所讲，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上帝大声赦免咱，所以咧，咱得到迄个快乐，咱学习上帝完全的疼，咱努力来实践咱信仰的道理，透过赦免人的行动，咱努力来做。所以，咱讲到分享上帝的疼，实际上上直接的方式，就是赦免别人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咱看到基督教的电视台，也是一寡有时阵咱过去少年团体、青年团体看到一寡基督教信仰有关的电影。上互人感动的，敢毋就是伫故事电影的中间，基督徒
赦免别人的行动，迄个无可能通赦免对方的情景下面，基督徒竟然来赦免人，这是上互人感动的。当然，咱知影赦免原用叫做 forgive，forgive。啊，另外一个初中生、国中生背单字常常背毋对的是啥物 ？forget。咱敢有以前初中敢有犯着即个错误 ，forgive、forget 常常用毋对。因为两个字，头前拢真相像。头前4个字母是共款的。耶稣教咱爱赦免 forgive， 但是无代表讲袂记起，故意甲即项代志袂记起，就是赦免。赦免，耶稣所讲的赦免，毋是假做错误毋捌发生，甚至对峙错误，感觉无要无紧，互错误继续来发生。当然 ，forgive 即个赦免原用的即个字真深刻 ，for， 即个字，即个英文字若头前有 for， 其中一个意思是大声，give 就是互人。大声付出，大声互人，这啥物意思？这就是英文字有即个真深刻的所在。握手，你大声握手，你大声来表示，这敢毋就是赦免的一个行动？当然，你会有时会感觉讲，咱会感觉讲，即个讲到即个，我原谅你，有时阵对方无拄听到，会感觉讲你无代无志讲这，你原谅我，你当作你偌大哦，你对我说你原谅我。有时阵咱无拄有一个好的效果，但是有时阵咱大声付出是啥物意思？咱至少，爱大声。像讲请安，你大声请安。本来大家无爽快了后，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今仔日赦免原谅的第一步，咱大声付出行动，有可能对答了后，我会甲伊请安；对答了后，我会主动甲伊拍招呼。其实这一步一步来，所以咱所讲的赦免、原谅，毋是袂记起。搁较重要的，就是当咱彼此赦免，无代表发生的事，就是真正自动无存在。甚至有时阵，咱 forgive， 咱大声付出行动，无拄会当保证讲会当恢复以早的感情，因为咱无可能，拄则所讲的，无可能真正我讲我放袂记起，我放的就真正发生的代志无影响到咱，但是至少。咱通过赦免别人的行动，会当互咱家己无搁受到过去的捆绑，无即个捆绑伫过去所发生无好的事，咱赦免别人，其实是帮助着咱家己。帮助咱会当真正来向前行，向迄个无限的未来。所以咱转来讲，就是真正赦免别人，毋是
根据对方敢有道歉。耶稣爱咱学习的，是咱赦免原谅别人，是因为咱已经互天父来赦免，毋是在是对方。头前咱有讲到，其实赦免原谅别人，上大得到利益的，其实是咱家己。咱真正会当无互过去的歹事来捆绑，被过去所捆绑，其实是对咱家己得到上大的帮助。第二就是，咱毋是因为对方敢有道歉来影响咱决定讲敢要原谅别人。咱赦免人是因为咱受到。咱得到天父的赦免，搁较重要的赦免，常常咱袂当想讲是人际关系的必攻其于一役，必其功于一役。歹势哦，即个高中三民主义高富思想拢学啊无好赦免毋是必其功于一役。有时阵，所以咱会当讲拄仔所讲的，赦免的第一步，咱顾名思义 ，forgive， 咱大先付出行动。但是有可能，即个家己冤家过的兄弟姊妹，兄弟也是姊妹，你家己请安，伊无拄会插你啦。你有时阵咱一时仔就心中就搁较硬啊。我想要弥补过去的。破裂的关系你即马煞安尼对我，但是咱想讲赦免的功课，常常毋是必其功于一役啦细汉即个细汉老师拢教咱讲，革命要10次才成功啦咱常常1次就不成功了，就伫遐受气啊啦我拢主动表示啊，你搁安尼对我，你搁气啥物？原来。本来你拢想讲我要解决即个问题，结果愈来愈想愈严，搁较惨。赦免常不会是必其功于一役啦。当然必其功于一役，这毋是圣经内底所用的话，但是咱加减拢背过，以前细汉读册背过，必其功于一役。赦免别人，赦免即个功课，往往毋是必其功于一役。就亲像咱家己嘛共款嘛，咱家己敢是常常无小心、无注意，就会袂记即上帝赦免咱会做的即款的恩典。上帝对咱的恩典，咱也常常袂记一啊。所以咱有时阵也因为安尼，咱加减嘛会犯错啊。但是上帝敢有放弃咱？无咧。上帝的听敢有离开咱？无咧。所以咱赦免的即个功课，咱真正就爱学习耶稣所教导的，不是10次成功，10次革命才成功。耶稣教咱这圣经的话，70个失败，70个失败，就是意思就是讲，咱不断来做，伫做的中间来练习，练习久成做习惯。习惯变成自然，自然而然，咱就会拿会当接近上帝要求咱完全的赦免别人70个7遍。所以70个7遍就是真侪遍的意思，就是咱爱不断来练习。对简单的做起，然后简单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而然，咱生活的品质，咱生命的品质就会当渐渐提升，咱就会当发现，咱心中可能过去有真侪无甘愿，真侪怨恨。透过咱即款信用的操练，咱渐渐，亲像一粒
外口本来真粗的石头，去互水安尼一直串联，水流过，一直磨练了后，变成一个真光滑的一粒石头。所以弟兄姊妹，若无赦免，就会生出怨恨。咱爱知影，人的怨恨永远袂当反映出上帝的荣光。人的怨恨，搁较无办法成全上帝的旨意，因为咱爱知影，赦免是用听来起造，就是上帝的听来起造人赦免。另外，赦免也会当伫听的基础下面，产生出搁较侪的听。所以，伫即个现实世界、现实的社会中间，咱袂当否认，就是咱伫社会搬烂几若十冬，会当经验到即个现实社会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一个生活。但是赦免就亲像咱喙唇破去的时阵，咱需要水分来润泽，也是讲咱的身躯有空喙。有破皮，咱敢是也需要面速利达姆即类的药膏来抹一下。就伊遐济，即个世间无其他的代志会当亲像赦免的行动，安尼会当显现出上帝慈悲疼痛的长阔关心。所以愿咱常常思考耶稣所爱咱做的，赦免别人70遍。咱做伙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愿经历到你无限的疼，愿也伫阮生活中间有体会到每一遍阮行走蛇，利用你的疼甲稳定，利用你的双手带阮转来你的面头前。所以主啊，你是完全的上帝，你的疼是完全，阮也爱承认，阮是无完全的人，阮总是有无完美的所在。所以恳求上帝，你常常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你的圣神提醒阮，你让阮会当伫面对着别人，面对着即个现实的世界、现实的社会的时阵，你的圣神提醒阮，爱合适做迄个大声付出行动的人，也教示阮，提醒阮，就是阮无完全，但是你爱阮，用你的无限的疼做基础，互阮学习你赦免世间人同款的疼，来面对阮四周的人。但是主啊，阮知阮是真有限，阮也有真多迄款的旧的我来影响着阮，怎样来行，怎样来讲，怎样来甲人做伙生活。所以，阮恳求上帝，你的圣心帮助阮，互阮会当日日知影学习你的疼，阮会当每一日
因为有主你圣神的帮助，愿日日通进步，每一日愿拢会当搁较接近你的听。主啊，愿恳求你亲自带领阮、看顾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来应答上帝话，咱来念圣诗第608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救我脱离罪愆，情我失迷，打得回归，失明打得看见。请咱起立来念圣诗第608首。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请玉洁执事甲余养执事来施献。
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咱今日有新来的朋友吼，徐慕德先生吼，咱请伊起立，大家握手欢迎。伊是树拿的长老教会，遮济，来，咱来看咱报告的事项。第一，4月份的插花班呢，伫4月12吼，礼拜六的上午10点，要伫礼拜堂上课。第二个就是七星中华北山区，伫个4月18礼拜五暗时7点半，伫东吴教会要举行联合受难日的礼拜，请兄弟姊妹有留时间出席。第三，去年的奉献的证明吼，还未摕到，也是迄个金额吼有问题，请向我来问吼。第四就是需要教会4到6月份的事工分担表的兄弟，请到招待所来摕。第五就是最近流行感冒真严重，咱来做好咱个人的防疫。若有感冒是身体无好的，请咱来聚会的时阵爱戴口罩。第六就是礼拜五暗时，查经即马是采用美洲新眼光，请兄弟姊妹踊跃出席。第七就是若有要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请向牧师来讲，以利安排。第八就是后礼拜4月13是中秋主日吼，咱的题目甲咱的经文以及信息，根据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圣工的事奉，圣工的事奉即礼拜的招待是社保祭甲所长老，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我本人。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梁长老，苏琴是玉洁执事，领唱是梁长老，书献是余养兄甲余养执事甲民兵执事，招待是优来兄甲谢崇姐，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谢宝姐。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吼，是马太福音的第18章的35节。我台语来读一解，咱来读两解。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天父也要安尼款待恁。请。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兄款待我。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天父也要安尼款待你。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马太福音18章35节。下面，请咱来互相请安。咱来念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打的洗清，请咱起立来吟。
咱爱亲像天父完全共款，咱也爱学习透过赦免的行动，就是亲像圣囝耶稣所教咱的，原谅人70个700，就是咱学习天父的完全，咱尽力来行，咱用咱的行动来显明上帝疼痛的完全。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